近年嚟消費降級，預製菜成為都市打工仔嘅午餐首選。薩莉亞、米村拌飯呢啲預製菜餐廳堅持平價路線，贏得打工仔嘅認可。然而最近蓋碼飯走紅，成為打工仔嘅午餐首選。消費者唔再為預製菜埋單，憑16蚊嘅性價比拿捏 CBD 白領嘅胃。1、2線城市嘅都市白領打工仔就算月薪2萬，喺 CBD 嘅高檔寫字樓返工，一日3餐都唔敢去商場食好西，頂多去 B1 層食。佢哋嘅午餐通常就俾咗沙縣小食、江西小炒、蘭州拉麵、龍江豬腳飯或者一啲平價嘅餐飲品牌。而收埋喺商圈附近街邊嘅蓋碼飯店開始成為都市白領打工仔嘅首選。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嘅特色菜，潮汕有牛肉湯粉，蘭州有蘭州拉麵，河南有燴麵，而湖南呢就有蓋碼飯，而且大受歡迎。蓋碼飯顧名思義就係將炒好嘅菜直接淋喺飯面，至於炒咩菜就由顧客自己揀，有贏有數，價錢唔同。其實唔止湖南有蓋碼飯，北方尤其係東北西北都有類似嘅，但係北方通常叫蓋澆飯，但係只係表面相似，實際嘅炒法就唔一樣。所以蓋碼飯、蓋澆飯亦都好似種豆花咁，喺網民之間都係嘈到拆天。南方蓋碼飯，北方蓋澆飯，兩者睇似兄弟，實為陌路人。一個講究蓋碼分明，小鍋猛炒；一個講究澱粉膠黏一煲出再分裝。有啲人話蓋碼飯，我哋北方就叫蓋飯，米飯上面蒙層菜。仲有鐵板嘅蓋澆飯，帶啲燶燶地嘅鍋巴香，正到不得了。但同薩莉亞唔同嘅係，薩莉亞雖然平，但大眾都知道佢係預製菜。蓋碼飯平，但就唔係預製菜。依家隨便落個館，2餸1湯、3餸1湯，點都要50蚊到100蚊不等。但係蓋碼飯只係使1/5嘅價錢，就能食到猛火現炒嘅2餸1湯或3餸1湯。而且好多蓋碼飯同江西小炒一樣，都係個體戶，即係夫妻檔，你可以即場叫即食。對於食慣預製菜外賣嘅打工仔同都市白領嚟講，蓋碼飯簡直係叫外賣榜首啦。不過因為出餐速度好快，所以都有好多人對蓋碼飯存在質疑。就算老細掛出絕對唔係預製菜嘅口號，但因為廚房睇唔到，都擺脫唔到被懷疑嘅帽子。但猛火現炒除咗夫妻檔之外，如果係一啲連鎖品牌開嘅鋪頭，好似霸碗、蓋碼幫、馬堂等等，但呢啲連鎖品牌嘅蓋碼飯呢，一般唔係廚師現炒，多數係用機械人炒飯，即係炒菜機。咁機械炒嘅蓋碼飯算唔算預製菜呢？對於消費者嚟講，只要新鮮，食材當日現洗現做，就唔算係預製菜。但係機械炒嘅味道同廚師炒嘅始終有分別，現炒火候大細都唔一樣，調料嘅順序都唔同，味道亦都唔同。好似肉類去腥，仲要先放薑蔥春水，咩牛肉、鴨肉、雞肉、排骨都係咁做法。就算係咁，都好少人反對，畢竟10幾20蚊嘅價錢，唔要求咁多。依家一提到預製菜，大家都好驚。相比之下，炒菜機煮嘅菜就冇咁可怕啦。對於餐飲品牌嚟講，炒菜機嘅優勢係咩？對於餐飲企業嚟講，大廚獎賞係不可替代嘅。但洗菜、切菜係冇技術活嘅工種，所以利大於弊。炒菜機可以補足廚師崗位嘅缺失，例如有啲廚師脾氣大，話唔撈就唔撈，而餐廳冇大廚坐鎮，肯定會亂晒籠。而炒菜機可以話係24小時都隨時待命，但炒菜機亦有缺陷，就係洗菜切菜嘅過程仲係需要人手操作。但係對於消費者嚟講，使幾十蚊可以食炒菜機煮嘅菜，但使幾百蚊仲食炒菜機煮嘅菜就唔實際啦。
好似蓋碼飯呢種幽靈幾20蚊嘅快餐，用炒菜機可以接受，而好多蓋碼飯小店都係用炒菜機出餐，好多知名餐飲品牌有用機械人當服務員送菜，但以前冇用機械人炒菜，依家紛紛都公開計劃將用炒菜機炒菜，好似小菜園啊、老娘舅、老香雞等等。但亦有部分餐飲品牌唔敢用機械人炒菜，畢竟佢哋驚消費者知道係機械炒菜後，就唔會再去佢哋嘅鋪頭食飯啦。炒菜機行業嘅擴張，餐飲企業嘅需求就導致咗炒菜機行業嘅擴張。依家做炒菜機嘅公司都唔少，好似圈內少有名氣嘅象綠科技，背後有不少公司支持，如京東、騰訊、IDG、源碼等金融機構。雖然仲未上市，但已經賣出超萬台自動炒菜嘅設備。小眾品牌賣得好嘅，亦有星廚，係添可旗下子品牌。估唔到呢個冷門牌子2024年一年都係賣400-500台，但係2025年上半年銷量微升，半年銷量高達1000台。相比大牌呢個業績唔算點，但相比品牌自己過往嘅業績都算有所進步啦。家庭對炒菜機嘅需求唔止係餐飲品牌對炒菜機有需求啊，其實好多家庭主婦對炒菜機嘅需求都大嘅。起碼可以頂半個工人啊，仲有啲打工仔把領，一日返工已經夠濕，返到屋企仲要煮飯就心好收，有啲寧願日日食公司飯堂。炒菜機嘅崛起亦解決咗佢哋部分嘅難題，但家庭主婦又好，家庭主婦都好，買菜、洗菜、切菜嘅過程一個都唔少得。炒菜機對於家庭嚟講，除咗油煙可以避免一啲，其實慳唔到幾多時間。蓋碼飯嘅巨頭與價格戰，蓋碼飯來勢洶洶，而蓋碼飯中亦唔乏有多個巨頭，好似霸碗、狀元派、得天順等等。其中霸碗嘅擴張速度可以同老香雞、鄉村雞呢啲已經打出名氣嘅餐飲品牌媲美啦。霸碗係雙企，2017年成立到依家都係8年。但門店數量已經超過550間㗎啦，喺好多城市都能見到霸碗嘅招牌，尤其一線城市或者新一線城市，南北方都有鋪頭，無論係深圳定係北京，以蓋碼飯拿捏住打工仔嘅胃，一年甚至可以賣700萬份。果然唔係餐飲行業進入寒冬，餐飲唔能夠教育市場，市場需要咩，餐飲品牌就要出咩。蓋碼飯呢個菜係依家可以話一片藍海，後邊仲緊隨狀元派、耿大叔、雷椒蓋碼飯。狀元派目前喺全國嘅門店數量都唔可以小覷，數量已經超過咗500間啦。耿大叔亦都開出咗530幾間門店，而喺2023年狀元派先得300幾間，呢個擴張嘅速度算係好猛啊！得天順嘅蓋碼飯就被稱為蓋碼飯中嘅愛馬仕，唔止價錢稍為貴啲，檔次都稍為高一啲。目前門店只有18間，但係實力都唔弱，一直喺湖南長沙好本分，依家亦都開到廣東深圳啦。除咗呢啲，廣東都有自己嘅蓋碼飯，好似雙奶奶蓋碼飯就係東莞嘅牌子，呢個名都係好似香奈兒呢個奢侈品牌咁。畢竟香奈兒亦都人稱香奶奶，屬於玩咗個諧音緊啦。不過蓋碼飯只係個名新穎一啲，但菜嘅本質都係湘菜為主，好似小炒黃牛、爆炒肥腸、茄子肉末、香乾炒肉等等。喺霸碗想食16蚊嘅蓋碼飯，只能食肉末土豆絲。一般20蚊以上先可以食到拼盤，例如22蚊可以食到香乾炒肉同外婆菜炒蛋，23蚊就可以食到西紅柿、辣椒炒肉等等。相比同行，價格唔上唔下，北京農耕記嘅蓋碗飯好似平嘅都要27蚊到，魚子、茄子肉末飯、脆筍炒肉蓋碼飯就要3-5蚊到。而雙奶奶嘅蓋碼飯均價100蚊左右，
如果想飲湯就要再加錢。所以蓋碼飯都係豐儉由人，對於個人嚟講唔貴，但係對於團體或者家庭聚餐嚟講，其實加埋嘅價錢都可以食一餐大餐啊！蓋碼飯係打工仔嘅營養工作餐自由，真係估唔到蓋碼飯成為佢哋新進嘅網紅午餐，平又大碗，營養又豐富，人均20蚊嘅蓋碼飯，有菜仲有配湯，實現咗都市白領營養午餐嘅自由。對於需要身材管理嘅打工仔嚟講，蓋碼飯雖然冇輕食餐咁少油少鹽，但碳水嘅快樂係白人飯所唔能夠比擬嘅，而且一啲都唔誇張，叫一份輕食餐就可以叫2份蓋碼飯啊！喺能量嘅補給上，蓋碼飯亦都比輕食餐有營養。只賣蓋碼飯睇落好單一，所以好多餐飲企業就算賣蓋碼飯，但亦都有其他小食、湯類、飲品等等。不過萬變不離其宗，點變都仲係貼住快餐標籤。消費者對預製菜嘅恐懼，令現炒、快餐、簡餐都得到資本嘅青睞，然後就係瘋狂嘅擴張，品牌一個接一個崛起，門店一個接一個開。但餐飲一旦過度追求門店規模同品牌融資，忽略咗食客嘅真實需求，美味價格又啱嘅，美食永遠係餐飲嘅常青樹。其實唔理叫咩，能夠令打工仔快速食到熱飯，食得香，蝕得少，先至係王道。呢場爭論背後，本質係大家對家鄉味嘅執念，亦都係蓋碼飯貼地氣嘅證明。佢唔搞花里花哨嘅噱頭，只憑一口家常味就捉住咗南北打工仔嘅胃。蓋碼飯嘅走紅唔單止係一碗飯嘅勝利，更係一種消費趨勢。大家唔再為精緻埋單，唔再被預製菜綁架，只願為實實在在嘅使錢。或許呢個先係餐飲行業最應該有嘅樣，將每一碗飯做好，將每一位食客嘅需求放喺心上，就能喺任何時候都站穩腳跟。下次路過 CBD， 不妨亦都捐入街角嘅蓋碼飯店，叫一份爆炒肥腸蓋碼飯，感受下打工仔嘅午餐。